江湖人稱鐵臂能、神能先生，亦都係致力於非遺神能詠春嘅文化傳播。大家好，我係詠青傳承人岑少偉。我哋本土神能詠春亦都有輝煌嘅100年歷史，家父神能今年亦都係100年誕辰。家父一生傳播詠春文化，藉此呢個全運嘅項目啊，我哋亦都係將呢種武術文化發揚光大。